2018年3月咧，台湾已經正式宣布進入咧高齡社會。9月53日就已經係上65歲嘅超高齡社會，未長存短短8年嘅時間。當老化已經變做全民運動，高齡者嘅長期照顧，未變做係大家都會關心嘅。可能去重新認識老一隻事，就係唔老捱都上唔踢，未聽咗愛開起來嘅基因。我喺東山高中1年生嘅5年前，我發現人們每一擺出門，身邊嘅老人家是錯越來越多。故所按樣順同老人家相處，相信係能讓一套後生人做下我面對嘅課題。自了解嘅老人志工服務體驗。我希望自家時代更加深入體會到家人嘅珍惜需求，和時代學習到按樣順序關心家人、照顧家人。一位係老五路基金會喺台中施工嘅組下，對6年前起始，當日早晨8點就會出現一下看到無限次差嘅樣嘅，因為志工要喺10點以前準備好所有嘅餐點，爭咗得天數社區地區嘅老人家來送餐。韓國人嘅練習生唔明顯，一擺咪會對一隻組下度開始一個老人服務志工初體驗。对不对？你就可以转头到后面这边，就是用那个烫手把它装满。好，对，那个量差不多平放就好，因为我们的那个量是比较大，所以如果你前面装很多的话，后面可能就会不够。这样不够菜哦。对，不用紧张，没有关系。好，慢慢来，慢慢来。哇，阿姨你们好快哦。啊，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太少。这样一天有几个便当？哦，中午200-300颗。对。啊，晚上有吗？晚上有，晚上还有。我在里面待了5分钟，我就觉得很热，然后又很辛苦，然后很闷。这个帽子啊、衣服啊、这袖子、手套里面也都是汗。像阿姨他们每天都在这边做的话，一定会很辛苦。而且到了7、8月，姐姐说会更热。我觉得要在这边做好几年，一定要是一个很有毅力，然后很有耐心，然后愿意去接受这种就是这么闷热的环境。望轩这边需要你帮忙过来协助一下。那我现在跟你说，那就是我们现在上面就是有写红色，那这个代表是他们每一线都会有1、2位就是比较特殊的长辈，然后志工就依照这个颜色去分别给长辈。那现在就是要由你来协助帮忙把这些菜剪碎。大概是哪些长辈需要这样剪碎？会这样子做，是因为我们些长辈他们的牙口比较不好，那我们就会把它剪得细碎一点。我们可能每天都会有20-30份的长辈是依照他的饭是剪碎的，或是痛风的，或者洗肾的来一步一定这样子送餐桌上面。原來飯包唔係裝好飯菜就好咧，還要照無營養嘅老人家嘅康健情形，先前就會喺食物上做好調整。韓國分裝好嘅飯包，還要送到指定嘅所在，按樣負責送餐嘅志工就唔會拿唔錯哦。你上看上面的數字是寫幾？好，7在那邊。再去装哦。對。老会家都是很早吃饭，吃饭吃好就要睡觉了。所以一般人哈，就是像我们说是10点出门，平均加起来是20个点。我目前大概有8个点，而且我路程蛮远的，哦，大概要花1个多钟头。我想老人家他没办法煮嘛，刮风下雨还是要去送。除了台风以外，我们是365天是无休的。天天送餐志工陸陸續續出發咧，冇安排天天搶下去嘅面線，其實沒往好了哦。原來基金會的當日當主還有辦社區搶餐嘅服務，
故說天數老人家綜合飯菜，咪係佢愛體驗嘅內容哦。蔬菜，对，你先抓少量的量啊，如果长辈不够，他们可以再过来添。新来的同学呀，对呀、陶几盖来，加够吗？可以啦。可以哈。这个他那个装他都自己装了，他要吃多少他嘿自己装。好，那你帮那个阿贝他不吃鸡肉哈。装菜。就是长辈来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询问一下他的饭是自己装还是今天的主菜是鸡肉汤。我们这个食堂是我们103年成立的。那我们当初会有食堂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让长辈就是走出户外，让他们到这个空间有一个就是可以跟别人寒暄聊天的地方。然后美低收入户就是来吃饭是不用钱的，中低收入户或是身心障碍的长辈或是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来吃饭我们就是收5块钱。那就是他们如果今天这一碗他们吃不够，他们可以再续第2碗，那我们都是一样收一样的钱，不会再因为他添第2碗饭，所以跟他收第2份的钱这样子。食一團當主錢櫃每請5個元，食材當有良心。不過平常醫師捐款支持嘅656基金會，遇到廣大買食材嘅壓力，每一家開了一笪文史農場。除了期望能擺做到自家中自家食嘅目標，平常每交半日到老人志工來負責照顧，每做得本期到來聯通一下筋骨。不過最重要嘅係農場係要有機無土嘅方式來種菜。每做得本所要來強傳嘅裝備，食到安心，食到確謙。我都拢14年的啦4年了，而且我吃了以后，2年前哈，我去检查身体，整张单子没有红字了。懂健康嘿嘛？嘿，因为它这个低脂低盐嘛啊，嘿，所以说我吃得很高兴。很高興，你懂健康。啊，就4唔能啉酒。是唔得零酒，早點嘛是唔得。嘿呀。我觉得孟轩早上的表现就是还蛮不错，就是因为他还16岁，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就是老人那么多的地方，然后与长辈一起就是共餐。那因为今天早上大部分都是比较健康的长辈，那我希望就是也可以安排一些就是让有身体比较有一些病痛的长辈可以与他相处。那我们就是安排他下午会到我们的那个日间照顾中心与长辈就是相处看看，这样才知道说健康的长辈与失能长辈是不是有哪里不一样的地方。日間照顧服務咪係基金會嘅工作重點，一特別主要係照顧行動唔便利，也係成年失智嘅老人家。韓國透過專業嘅社工、由職能治療師規劃嘅各類身心機能復健課程，來聽數裝備到參加到嘅社會活動，降低社會嘅發生，咪減少佢哋一生人跌落下會有可能嘅安全問題。來，各位哈，阿公阿嬷哈，我們今天呢哈有一個小朋友哈，他要來這邊跟我們學習哈，一起怎麼過老人的生活哈。來啊，現在我們先請這個小朋友哈戴上護具哈，戴上護具以後哈，再來實際體驗一下老人的生活。那我們都來當老師哦，來教他哦哈。謝謝大哥大姐哦。现在有没有感觉有點重了？有啊。然後這個大塊的在大腿這樣，就把它套住。還要再套一層啊？對，這樣才有緊，然後你才知道長輩的身體老了之後是多麼的不方便。第4個是那個讓你體驗長輩年老之後自己穿衣服舉步高的感受。我怎麼都穿不到。你有沒有覺得自己穿衣服都很方便，然後就是穿上這個之後感覺都不一樣的？有。對，然後你要把它拉鏈拉起來。夠不到。因為基本上啊哈，我們說你要同情一個老人，我覺得同情只是情緒上的。那如果說理智上呢，我們就說，哎，我們要同理他。那我覺得同理他遠遠還是不夠的，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讓他身歷其境，他可以實際上去體驗老人膝關節是很僵硬的，甚至他的視力也沒那麼的敏銳，哈，耳朵聽力也沒那麼的敏銳。所以其實各方面都是比較遲鈍而吃力的，對於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動來講，其實都是受限的。好，來哦哈，那現在這個小朋友哈，他哈已經是一個老人了，你現在眼睛看得清楚嗎？不清楚。不清楚，走路會怎麼樣子？走走看。
好，你走走看。卡卡的，卡卡的，还有呢？会不稳，会不稳。好，我们老人啊，最怕跌倒。那背起来要起来，容易吗？方便吗？那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要坐下去吗？老人大部分跌倒啊，会整个坐在地下的，嘿，你慢慢起来，嘿。你慢慢起来。不好爬。大概有点痛。大概有点痛。啊！哦，这厉害。哦，厉害。啊，够对。然后一扯点，嘟嘴，你慢慢起来，嘿。不好爬。一开始要起来的时候，因为手是很容易就可以撑起来，然后到了脚你要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找不到那个支撑点，然后你就开始去往上找，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扶，结果都没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扶你，然后后来是渐渐找到一个平衡感，然后再撑起来。可是如果是老人家，他们没有像我们的这种有力气，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支撑起来。自家亲身去感受身体退化过后运用的，相信自己做日本免线体会到老人家行动唔偏离，然后动作会按慢嘅无奈何，还有老人家亲接会有嘅某种退化、某种木木，又系用的咯。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你是不是可以用着你这么不灵活的关节的手来拿取这个弹珠，一次只能拿1颗放到这边去，感觉很简单。现在好像看不太清楚那个透明盒子的边框在哪。老师说那个眼镜是模拟黄斑部病变，所以戴上去之后看到的东西都非常的模糊，导致说完全看不到那个边界可能会有点白白的，可是在那时候也是完全都是模糊，跟旁边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我常常就会看不到那个边框在哪，就很怕没有放到那个正确的地方，所以我就一直犹豫到底该放还是不放。弹珠也有点透明，看不清楚，然后这个边框透明的也有点看不清楚。对，所以有时候老人也是没办法很精准的很精准的舀起碗里面的食物送到自己的嘴巴，一样的意思。因为做什么都很困难，而且又很吃力。如果是24小时都要我感受这样子的沉重的话，我可能会就不想出门，我会想继续待在家里，然后开个电风扇，开个电视，然后就不想再离开那个位置了。做得有安用嘅体会，人摆就真嘅唔好再个应讲，无卡度嘅老人家用到坐垫无上嘅疼痛咧喏。颠倒应该去了解佢哋退化过后，爱家己嘅鼓励和支持，本佢哋都行去摸背行啊。韩国有关老人家出门嘅看事情，研究中心没有答心嘅安排哦。因为高龄体验只是体验老人肉体上、生理上的一些不便，但是老人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带孟轩小朋友一起去陪老人购物，让他体验一下实际上老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一般家属总是觉得说我替你决定，我替你安排就好了，所以他只能沉默的接受家属所采购的东西。我们常常忽略老人的需求，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照顾老人的方便。那我觉得透过购物，至少说，我有权利，我可以选择去采购我所需要的东西。那对于说满足心理层次这个方面是多少，有一点作用的。睡觉，睡觉咯，晓不？睡觉。哟，兩米酒，量就係酒哦，按到腳看到你酒。
慢慢吐来，要较细包哦。一个这包哈。系啊。80斤，现在看样哈。那要看个1公克多少钱的啦。啊，你所卡住韭汤唔下，同埋同款啊。我买个口味，韭菜、高丽菜。你买猪肉？要猪肉。你包多少钱？一包119。像冷冻水饺的部分，他看不清楚价钱，他可能会不小心就买错、买贵，然后他可能也不知道，哎，这包有大包小包，因为老人家眼睛可能退化，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小的字，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没有到是很熟那种，所以会对他特别有耐心。如果是自己的阿嬷或者什么，自己人说哦阿嬷你快一点啊，你要哪一个快一点啦。可是过了今天之后，我绝对不会这样。体验过老人的感受之后，我就会比较能够了解，会有同理心，可以去知道说，哎，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他们需要帮助的地方在哪里。买好了，对啊，我先回去。哦，还买冰淇淋哦。对啊。其实人大细咧要求资金唔会太多，就像根本嘢也简单嘅买东西行场。係講家福客人要做得像面線一樣，用同理心到耐心來做盤，要同想買乜嘅東西嘅決定權交換記掉。相信對老人家來講，佢就係超簡單嘅幸福咧。天意打造基金會嘅組下，共用無限次差有熱發發嘅，韓國面線已經開始嚟佢越來越熟絡嘅服務工作咧。今日拄好咪係沙公古天去看132迄個老人家嘅日咧，故所佢總算沒有機會做得天天送傳志工向下出發，體會送傳嘅過程，未認識嘅到132迄唔方便外出嘅老人家。為什麼要帶這個啊？哪個這個？啊。防曬呀。防曬。我老人家也怕熱啊，開玩笑。啊，大哥，我還沒有給你介紹，是我們新來的志工妹妹。OK， 沒問題。啊，如果他有不懂的話，你都可以跟他講。其實很簡單啦，這只要老人家，你要關懷他，你要愛心，最主要你要耐心，這樣可以了。啊，出發嘍！送傳其實唔單淨係送飯包天天，還有做盤、互通同回報老人家嘅情形。從年頭天唔管暴風浪雨都會去送傳，每本志工老人家建立咧一好嘅感情。謝謝領導啊！阿公好。我靠姐。連家真嚟啦！阿公，我們倆，拜拜。好可愛哦！哎，你啊，你係來識識哦，按照上照顧老人家啊，行前後上，行前後上先先嚟啊。啊，佢就要叫我做到個睇照顧啊，試下摸摸你照顧啊。大概有照顧，大概有照顧。咋你講嘛？照顧啊，很開心啊。好。阿公拜拜，再見啦，拜拜。拜拜。謝謝你。啊，不客氣。你北上店探休息啊，嘿，拜拜好。拜拜。有的年輕人可能不曉得老人家他需要的是什麼，他需要的是人家關懷，打也可以，對他們就很大的鼓舞了。他只要看到我啊，真的就好像是很好老朋友這樣子，啊！但是最主要前提是說，你平常對他有沒有真實關懷他？你有在關心他的話，他看到你，他真的會很高興。關燈。啊，到了。阿媽，可以嘞。这跟我老家好像。你在困啊？懵到，唔是在困啊？哦，阮送便當來互你啊。阿姨，
你用面上网倒啊，无创大多呀，多些济哦。啊，妹妹要食便当哦。那是要你食。妹妹来便当，你食。阿妈，迄便当要互你食，妹妹等一下阮会带伊转去食饭。吼，你要烦恼，你食好饱就好啊。我食饱，我们今天来的就是那种例行性的访视。那其实长辈他就是因为他脚不方便，所以他没有办法外出。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人在家，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外界求援，就是说需要人家来关心他们。那我们除了送餐志工之外，我们也会有居服人一起来协助他的基本日常生活的照顾，也会固定安排志工来访视，就他们不要都是整天待在家里，没有与外界的互动这样。阿妈，今日这个妹妹对无？啊，伊到阮来送便当啊，伊是来学习的啦。阮想要甲你简单的，甲你出来底扫一下好无？歹势啦，我来兄弟好无？唔啊，我遐讲我拢有炸。看这样，阿嬷行动不方便，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打扫，然后所以有点就是比较昏暗，然后又有些灰尘的地方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很舍不得。因为这个要弯腰啊，阿嬷行动不方便，一定就打扫不到，连我用我都觉得有点累了。很久没有开电视的样子。我问阿嬷说：“你为什么不开电视来看？我看那遥控器很多灰尘。”结果阿嬷跟我说：“开了有什么用？看一看，关掉他们又没有。”她可能意思就是说，开电视的当下是有不会孤独的，可是一关掉还是很孤独啊。要甲你扶一下无？唔免啦，这2支都咧甲扶的啊。我感觉你尻川会痛。袂啦，阿嬷这2支都咧甲扶的。好，你边仔一支摕咧。好，阮甲你行一下。行通唔离偏嘅后阿婆，其实行来嘅伫其他城市是条路，不过佢伫山方迄关咧，汉天上嘅13人伫夜尾过日咧。故所面前根本还有一只很较重要嘅任务，就系伴阿婆伫上行来嘅顺利嘅时节，要做得欢欢喜喜享受志工做伴嘅时间。阿妈，你甲我斗相共时。阿妈，你就厉害，我都用袂咧。快。安尼哦。好有啊。嘿嘿嘿，过来过来。啊！哦，这厉害，石头布。嘿，石头布。哎哦，啊，这大啦，厉害哦。嘿，搁一个蓝色。嘿，对。厉害。哎呦，你我啊，你袂啊，伊无落落来。这咱袂晓算啦。有啊，你已经学起来啊，要啊，算你拢知啊。阿爸，我跟你自拍好不好？看这个。哦，你看妈妈有影老啊，你看。哦，这样大只。啊，够有这。你笑者，嘟嘴，够有。哦。阿妈，我拄则无翕到，快点讲。嘟嘴，安尼，嘟嘴。看来面前用后生人亲实行嘅手机嘅 App， 要做得同阿婆搞到亲欢喜。故所老人家唔係無法度接受新嘅東西，係愛後生人係用時間唔記得做伴，向下教成次，向下來學習。我觉得这2天的志工服务体验，可以让我学习到的东西是可以带在身上一辈子的，因为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对待老人或是对待身边的人可以更温和。就不会像以前就是只在意自己的感受，然后志工这件事情是可以在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可以去做，而不只是这2天。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老人的需求，进而去增加老人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之间的关系。